我在模制工卡到时叫我开皮卡来噻。les 一年月码呗，没做工卡给的看来第年点开没的，明暗能表的，应该点开没的了，快添对干了，户籍的强度蛮看这下，明了丁真通美，快明我的下，俺们宁家让他自己带货卖农药了噻，说不定妈妈都管不了呢噻。子不教可是啥复制过呀？马呗，不过马地图没吧？不过老师给图马呗，肯定有关系呀、肯定有关系啊！那不过家长当穷对个的呢，家长等于小的，他家长当米了过当，他过不起，岁起马呗。俺们那个不过穷对呢，老师给要给图们，他谈的不过抢不起，来起啊没起是那过不起个的。我那的说这产我没见不了吧？人家三这跟这什么东西，俺的人跟这节目都给唱不起。我就跟他说了，这次惹我了，惹错了，那边看人家都他把灯嘛打那边。他给我当过我见了过，他年了可是不需要可这么多，去可把那落了呀。他当我当民主党就那过的，俺可把地克来铁东我的下播切啥，但你可把这边可把连数，最近切啥，那差不多年这了吧？快300元嘛的，俺好就当我光打好的那直播去嘛的，好新别去买你直播好那直播去过的，可是嘛你直播去我嘛的3不着多少米，啊你也可把这个杨铁东切嘛的，你过了吧？你现在说大家都在听着了呗，你不用特地去直播，你说的什么话大家都在听着，看着那大了呗，那边切数，可把刚才领那么多，但黄嘴直播间那没什么这些那冷呗，大白啥可几个切我嘛的吧，可人是给我嘛的吧，可几个切我嘛的吧，是人这，先拿会啥？我这些拿会啥？大地乐茶姐，年着了，跳嘛的工作什么这刚才没起来呗？可是可人是家个老丢呢，可安得是对嘛的，可人是家老呢，可米了超准起来嘛的，吃东家嘛，可超准吃3个民这，境内外国际诈骗这没呗？我这钱给我这，可谈得说的姐，密集了东家出生这年说人这拉炸金这个那东家出生这可不对嘛的，可白的可记忆的，他是那种老安这云下个老云呐，可来个这几年嘛的。你那边什么这么起，西欧嘛的嘞，但工作几什么这有钱的没？你考这边挂数，考吧，我到西门都挂了呗。这人没当过，都看这情况呗。和农药钱不生不着，后面农药都是把你给抖音那贵，你这些农药的成分，还得磷酸性这成分，这把你给抖音那贵多啊。农药的多呢，可是啥腐蚀啥这起个的，可是内脏腐蚀起个的，但你可把就对什么，看这没洗着，就是这个人有点萎死了，就是有一点点 slow 啥没呗，我这是吧？但萎死起的，第一时间可把来不是吧？也哪用没呗？可把也领过的，也嘛洗着就对，也得来了，也那可把的挂进没呗？我这。你嘛我心没，可当我这情没做生病，可把别挂着的，哎呀，就不落的啊喂。三只龟，为啥就龟下一？看着那么年那你看是，就不得看啊，你怕花就不来么多呢？他那说不要拦着就对看啊，一个斤为啥就龟下？你看没？昨晚那个钱给了吗？给呀，可把月的，到黄州拍的半截银出，你这龟呀赢了的。我打电话给魔珠三珍问一下，这是不是不是魔珠本地的噻？这可话才图了，他户籍地可比这多，可哪怕带有的啥几个啥，看最俺们才俺们就是哎，哼，但你们别劝我了，好不好？这个是呢，快看到那个你还忽悠俺我没事个的，但俺我没还是呢，我在找感觉没的。看到哪落来，但你现在就是越拖没呗，我收集的证据越来越多，我小辈特别可是你妈全部都要工作。小辈呀，南山铁东起个多呀，这当初么这个呢？小辈学都是对呢，这铁东起个多，第三铁东起么多，第三年5是吧？大7了是吧？没铁东起么多，特别可是我在干嘛？我在收集证据啊，是不是？是吧？看起我这个长不讲啊，证据或者掐过去，你也可能家对比当过，可当过个铁东的嘛，这可能开始你没可能小辈呀，那对你也可看到人家滴，送转有的，看到送的个那水他们这些狗那边的。看到人家送的那几他们这狗那边，可人家送的嘛，他们这人家名字个罗西他们下，我还，第二日这吃呗，你都别看菜中了那边，
你不是要去提交什么证据吗？那边卡瓦纳罗腾意思嘛的，我明天早上去卡辖区把那个证据提交进去什么呗？你这里你现在有3条路了，第一也是最简单的一条路，立刻把钱转过来，并做出一个诚恳的露脸的道歉视频，我可以撤销报案了呗。第二，带着你的所有犯罪证据，包括之前那些受害者，去自首这个有了呗，求从轻发落了没呗？自首情节有就重新发落嘛，对吧呀？第三，继续欠款，等我收集的证据越多，你也蹲得越久。我的粉丝里面也有很多你的受害者，目前金额已经达到几十万了呗。这个不是吹的，这个是人家匿名给我发，他说是不要公开，但是他说，我到那个朋友罗帕罗查的啊，年多吧，给这些个绝对怎么啊？若不结果是年民这看下去，我这看下去若不的啦，你看下去，并且说这吃不要的，没吃白啊才去。估计大家路落起生没办啊，这若不这个嘞，我这是而且你非常有非常严重的畏罪潜逃嫌疑了。个性别这个才讲啊，护照半年以上嘛呗。他说他是一个人，他说他要出国，然后在国外买个房子，用1000万买个房子，然后在那边度假待着。这啥？但你这个目的性很强了呀。你就是要离着把米，他朋友中间开始跑路3等过了吧？这些都是对我有利的证据了呗。机会我再给你，是你自己不把握，但真通美开始岁对了呗。到底对了差不多，你给这去 AI 来给这去呗呢？他这个金额已经可以蹲10年以上。我的是的下，你会开始打3多了，那个没呗，那边，那么多。主播这里有一个受害者，你进一下群那边。挺好嘛，这受害者，你私发我，我关注你啊，你私发我，好吧，可以吧？我关注你了，你直接跟我私信，我关注你的话，你可以给我私信加，是吧？能不能把他的网名说一下？他叫 Kiki Kiki， 卷钱跑路嘛，他就准备这样子啊。把它放进去，相当于做了好事，如果包吃包住呀，包吃包住，然后这个卡萨铁银手镯都给你配套，嘛的呗。甚至那刚才瞧嘛的，吃了嘞，卡的啥好多，卡的动物多，没了果果蛋，甚至刚才瞧嘛的，第压个人的嘞，所以我就不想这样处理。怎么这么多？他就是那种行走的诈骗犯。没掐脏老公，但都诈骗到俺切丢的，都到我头上了，3蛋的，那还有谁会被错过？请给我这月呗。那你一直说搬迁户有证据吗？不要乱说，还没好的看到中的这么起来，这么没了不啦？还没好大这都能点开没用这都能没了不啦？可来当我贴托那啥，户籍地抢夺人民系可米然抢夺那没啥可来。我这啥？这种人的妈妈肯定不怎么样，是吧？怎么借出去的？这个不是借，这是他自己说给我转钱，我帮你买手机，让我把那个转过去了，然后手机看不到，钱也看不到，什么都看不到。不是，某处公告本县里没有啥，切三个，现在可以给写单对的，前面对密码的，码多啊。我觉得他把那个里面那个农药底没呗改成了啤酒，我呢，你外包装起去，你东家吃清没呗？哎呀，专门这，什么样的孩子就有什么样的父母，打个哪打，这个是非常对，我那会儿。打瞌睡不行了，晚安噻。之前有个科技管理员是他妈 yes， 非常的对，就是他。当你管理员多久了噻？给你准，当我管理员多久是那嘞？地里可要嘛呗？活跃差不多你们几年是地里？让你们看些是哪种的？让活跃差不多你们几年是地里？我这米多久是呢？啥个几月呢？啥个几年子前面着？看他可管理员钱呢，像啊坑钱不多，啥个几年几个男的嘴的？我这是。Kiki 这个是女的吗？啥是男的呀？还没看到吗？还要再看。来，新闻联播轮流播放，快！啊，我见过啥直播间里的 Kiki，我的嘞，到底没听没呢？
被告人丁增通梅，该帮姑从出生以来长期坑蒙拐骗，坑骗情节严重，性质恶劣，导致大家身心俱疲，从而引发拉皮、发麻等一系列问题，间接精神损失。根据度日对这个帮姑做出以下，就是上次买的那个苹果手机，他给我买，永世不得超生，立即执行。很有印象，他回答的特别勤快是吧？我的嘞，可能都没俩对起对着嘛，我呢现在那边的可看呢，现在我度假这现在这那边的可，啊年多样多好些没办啊，给这些说起啊什么什么的起名啊，说不起我了吧？看的是你管理员拉着我嘛打工作，但是你看我的管理员，他们勤快的就像一个月领那种几万块的那种这工作给效率是没呗？工作现在或者有的，也不现在或者有的。啊你可能啊连个这去就是嘛，俺管理员经常路错不经常路，我说你啦国际店没办光大对吧？怕，俺抢不的是抢不的，但他抢不下是东木土牛没见，这没办到网友做的这些管理员拿了错怪拿了可活跃差不多钱。可能那个的啊看来医院呢陪护起对于莫在那年有甚至莫在那年他可能。他家里人哪里啊？地那个里没办，看来讨债去个里没办，哪罗门对不起，莫在那年没，但可莫这是他要呗，你他有车啊，把你拉到我莫主公家的群里面，问问有没有认识的噻。我现在还去了，没事是吧？去那个几单的，我多钱呢？去给他学语黑龙，你去那来，你去那来地叫是吧？关注叫去那个俺去拉的，这现在知吧？联动了噻。当时他在打基础骗你一下，一年要么的顶啊夸对了的，没有根据，没有事实根据。但一年没多那谁个家那看的是呢？或天都的那一下，户籍地的下，长度嘛看这下。他的真别真啊，我都是这下。你今年真别真按照打罗大的个仓门也通去，都是这些。但他没定没打样啊，风险几千不的米身份信息打的嘛定给那个的，都在帮读的支招是啦。我就以为 Kiki 是个牛啥，我讲俺来我得上不去，我可得快啥不懂，我快三这西住没不可，地主。但我谈到这些点没着。刚几些谁点没办？这是刚几的那几些，看他洗不啦？差不洗差不啦？或者看他或者当那的洗，当我那洗最硬，洗啊你差不洗不的，我那或者俺我推你先拿几个没办？可能这是能没不下数，那对这注意噻。这人家什么中呢？但你可把的，你没了啊查，最古你打的个什么啊查不的那样，明这个那起的个别的可能开钱要的啊什么没办？开嘛的让的起的，我连大个这开嘛让了解起那边年多，这我那或者你就是显得我的善良非常廉价。我会让你付出代价的，看来你善良的廉价随便吧，你丑恶嘴脸的，非常值得。这个说话给他没点下去，连地没说呀没。干嘛找他买手机？你国内有这么多朋友的噻，我嘛来可把女子买，可把的女子有的了，要嘛来给哪的女子姐妹，因为你去给了呀，要嘛的呗，机会忙有的啊，生比什么哪里啊？可能要嘛来直播间那用。可能俺这3年让牛肉结果，你让牛肉结嘛在演技肉结果，你若把新季度 iPhone 14 Pro Max 268G， 256G， 256G 的吧，切的对嘛，切的251TB 3兆嘛啦对，256G GB 前脚暗紫色，这个什么款啊能够打，多啥？为啥？这3多款啊！当然，南山园的园，那俺里的是人这没办，告诉园的俺里的是人这催情没办，都催。你管你了过啊了，你们人就过呗。肯定是那俺就是嘛，给这些老蛋的下这么多。还大伙说的，你没了怕钱给小店啊，有了是老嘛的，可你催着用的都是对不对？还。你说了几遍，他在说我们不想在这几句话，可是你说了几遍，他在说我们不想这几句话，其他发给我们听噻。呀，大家这第个研究你专门都说了呗，光给买不起，可能研究这么写么多3分之几写么多，可怕是给吧你，看了给3看小一呗，你管你直播间那你注意了吧？
什么时候的事？14都几年了？就今年呀，3月12号我给他转钱。我这是的，感情牌一套一套的签子，他就是利用我嘛。我那顶着吃不行那我就来动我这了，我等没呗。我的是你看点多，看我点多啊，你看我来动我多这么多，看他的米钱不是当家对啊死了，我都写着。看我那或者没钱那落给看弄出钱水的，他的你们的钱输了，看对啊，快点动这什么呗？来呀，你不是报了吗？来，赶紧搞不起来等不及了。你看喝酒我给深圳没去啊了呗，关键是来，俺喝酒的呀是啊，他当我看这是多呀？你说了吗？我说了吗？几钱是？主播，你这个号里发不了私信噻，我关注你了，你也发不了吗？哦，不是，我关注你，我先给你发，然后你后面再给我发，可以？你先等一下，我下播之后给你发。你掐不起给俺掐的说，这说的去，我也是受害者了，你掐不住。现在我控制多对不吧？但控制很多还是弱不起，人家有学什么？没不过嘛呗，我那弟弟这下，群这俩的，开始考我呀，我下打死了，没不过我有嘛吧？这那个呗，看我嘛的，看来考把的装着我的啊，这打三这。看我嘛的，看来电脑的装着我的啊，这打四这。看电脑它的配置你等不到四这。啊，我这忙不出下。看我嘛的，看来卡啥性别这不用紧这，装着我的啊，这打你看他性别这样四这。比雷切托嘛，他永远有新的号。哦 ，yes， 对你给我发不了私信，看的意思呢？你的分下，看的看啥地名看啥，私信分下给我嘛的，你小号那然才我找得到你，因为我已经关注你了，是不是这么讲？是不是之前那个好人说啥？对，扩这。但你没了档案，是不是那真没有？我真的有点怀疑我自己。看的意思呢？你这生没生哪里啊？就我连这一点的决策力都没有吗？俺的推荐从不钓鱼生过吧？俺的生哪里啊？俺的推荐明辨是非青年毕竟生过，但听这干了，搞不对哟？那俺自我怀疑那里没 emo 前去，你们几块了？给这么久，俺瑞士在雪山上我在玩，然后我就很 emo。广大 emo 估计三等没呗？说给写买的，你不是觉得自己很牛吗？然后这一点。这么一点小事你都控制不了，你不是觉得你的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都能把这个看漏着呗？把这个大方向你都能搞定吗？然后你这一点事情你都搞定不了，所以说给新买的一毛钱拿起穷的，大胆的是花钱下。但我现在的目的只有一个啊，就是给他乱去对给6000块蹲不了很久，所以我6000的拆了没掐脏了手机其实到现在还有人在给我提供信息，是吧？这个掐脏了手机上给他到哪去来咋说呢？10年起步，给他乱去对开我妈的。他已经说完了，但你不要提嘛。你今天去哪里？今天跑哪里？今天干什么？说什么？好不好？我们想听你啥？这个嘞，这去吧，这个嘞。但你话，我能炸个鸡腿吗？这个呗，他的俺去落去没？这哪女啊去没？这哪女啊？这个大米点差的嘞，你充一两年抢购群打这个哪里啊？第七啊了咱控制你充一车子第前面抓啊生比。他很厉害的，我都会告诉你主播颠覆三观啥，我这个不落去，教了，记得吧？乱讲了。你看嘛的，你如果不介意的话，我可以直接可以这样子给大家分享也可以。如果你介意的话，你可以匿名跟我说，这没了啊了，你这个人你没了不钱你别上前去点我，为了你的自身安全，我也可以保障，第二保障起多让俺弱不起我了吧？第天们多的来，让可是不介意的话，你掐脏了了，你这个是的，然后的对不对？你自己看。是吧呀？你选择的这样的呀，你在那的俺那边说你没得长嘛那边的，你不得要嘛的，对嘛的？好的美女，我以为你俩在一起噻，看看男朋友没有男朋友，所以昨天流的是几滴鳄鱼的眼泪噻。加主播，你加，工作每天轮播，加一噻，还是经验吧。上麦我们也听噻，老师上麦噻。
可上麦你没掐过是来多的我了，可能做看先年吧，30分钟前、11分钟前、1分钟前，可能做看先年吧。周老师上麦噻，或者逼迫没去的，不上麦不好意思啊，得优秀，因为他也是受害者，没去，要我们尊重别人的隐私，不是所有人像我一样可以把这街边差大的苍天那做地密的念着嘛的，俺的开活那么多，俺都不俺这穷不软，你啷么啥去那做了不得开嘛的。开药嘛的，其他那张长没，我呢，当年拖了几件，那你鸡腿是弄炸药，是当心不起，嘛的白混做。那挂明星是当的没些，我那鸡腿白多了，挂当呀，那挂熟是多那么些，当年早知道我熟的你看完是煮过那上些。